自從呢幾年有大量嘅香港人呢移民英美加澳紐，甚至台灣、日本、星馬泰之後呢，咁講述融入當地生活嘅 YouTubers 呢就好似雨後春筍咁。我一般呢都好支持佢哋㗎，盡量呢就 CLS 去捧場。其中呢 Moon 媽呢亦都係我捧場之一嚟嘅。我好喜歡佢呢好清純善良嘅外形啦，踏實苦幹，係一位呢難得嘅好主婦同埋好媽媽嚟㗎。另外呢，佢又懂得呢鏡頭運用啦。雖然呢佢都係靚女嚟㗎，但係呢佢都唔會做嗰啲呢即係人面大特寫啦。咁時時呢將個鏡頭呢都會保持適當嘅距離，咁呢令嗰個視頻拍攝得既專業又自然。唔似咧，其他有啲好多嗰啲 YouTuber 啦，就將嗰個塊面咧就貼喺鏡頭上邊，哇！幾乎咧連鼻毛都睇到噶，即係令人睇得極不舒服咯。其實咧，佢哋應該集中咧影景同埋物，咁咧就更加能夠吸引觀眾啦。畢竟咧好靚啦，俊朗嘅亞洲人咧都係少數嚟噶。咁今日我睇到 Moon 媽嘅標題咧，就話人離鄉賤，咁就有一啲咧擔心佢是否咧患咗移民抑鬱症啊。咁睇完之後咧，就知道原來只係一啲適應上嘅小問題啫。例如咧難以融入英國人嘅圈子啦，又或者咧有啲思親情意結。其實咧而家有社交媒體，海外溝通咧再冇隔膜啦。簡直就係天涯若比鄰咁方便，所以思親病咧亦都唔會太嚴重嘅。呢一下咧，我亦都幫佢咧就鬆咗口氣啦。事實上咧，Moon 媽反映咗好多80後由菲傭湊大嘅港人一代啦。咁佢哋大咗之後成家咧嘅家務咧，亦都交埋俾菲傭啊。因此咧，生活上已經離唔開家用。咁要佢哋做家務咧，就有如咧要入地獄般淒慘啦。我喺網上睇到就係咁啊。Moon 媽咧就喺香港，除咗有菲傭之外，呢又父母在旁啦，屋企人啊、朋友啊，咁每日翻工放工放假咧就去好好輕鬆。佢連咧考車牌咧亦都冇勇氣去試啊，感覺壓力好超重啊。咁樣咧，生活喺安全罩下邊咧，就直到2019年嘅政治風暴爆發，忽然之間呢個天鐵就好似跌咗落嚟一樣，時局咧就急轉直下，幾乎咧喺短時間內咧就要作出人生嘅大抉擇，要繼續追求自由啊，抑或從此沉默閉口。咁佢最後選擇咗自由而避走英國啦。咁除咗咧就要喺陌生國度白手興家去創業啦，咁亦都要去照顧年幼嘅女啦，同埋操持家務。另外咧，佢更要日日揸住車四出活動。哇！想中間嘅掙扎同埋驚嚇咧，都非一般人了解噶啦。今日咧，佢竟然已經一克服咗，佢掙脫咗咧為自己築建嘅安全欄山，一度阻住佢高飛嘅基本。原來咧自己不止咧可以飛啊，仲可以咧飛得更高更遠添。當我知道咧佢已經達到5萬訂閱咧，就真係好替佢開心啦。4年嘅努力正在咧係取得收成。睇佢哋咧一家3口喺英國啦，而家咧已經置業興家。咁夫婦2人咧就有自己嘅工作。個女咧又享受緊愉快嘅學校生活，佢咧享受彈性雙職生活啊，咁事業家庭咧都能夠兼顧啦。仲有佢亦都 upskilled 自己，可以咧揸車自由自在咁咧喺英國嘅公路飛馳。太多華人女性移民幾十年啦，都唔敢揸車啊，只係靠住啲親友接送啦。因此咧，佢哋就失去獨立自主嘅生活啦。正如佢自己講啦，4年前喺香港嘅佢咧，發夢咧都冇想過咧自己可以做得到噶。咁除咗係雙職之外啦，咁佢又懂得駕駛啦，咁啊先至能夠係名副其實咁完全獨立啦。只係短短幾年咋，
悶罵咧已經成為現代女性嘅模範啦。呢個咪就係香港精神咯。咁想到悶罵同埋近年移民嘅人呢，正確咁講呢，其實就係逃難嘅一群。同呢1949年大陸變色之後，好似我哋父母一樣，嗰一代相似啦。幾乎呢，佢哋就係連夜趕路逃難嚟香港一樣啦。都係呢行色匆匆呢，完全就冇心理準備，所以呢，初到陌生嘅地方呢，就好似墮入迷霧中。咁係可以理解嘅。聯想到90年代初嘅自己，雖然呢亦都係因為6·4嘅政治原因驅使我哋去移民啦，但係起碼呢，我都有幾年嘅時間呢，做咗經濟同埋心理上嘅準備。例如呢，就先將手上邊嗰啲物業啦賣咗啦，然之後呢諗住移民之後呢，就會做一個全職嘅主婦噶啦。只不過呢，喺機緣巧合之下呢，就走咗入去大學讀咗2個學位。當時呢，只係諗住做下消磨時間嘅啫。但係呢，原來世界亦都喺呢個時候呢，風起雲湧改變中，竟然呢，俾我有機會呢，喺事業上呢更上層樓。原來呢 the best has yet to come， 同阿妹媽一樣咯。因為移民去自由他鄉，機會處處，就鼓勵咗自己跳出 comfort zone 去追夢，成就咗今日嘅自己。而喺生活上呢，我就冇妹媽一代為做家務咁惆悵，因為呢，喺60、70年代村膠花長大嘅我呢，吃苦是常態啊！就算到咗香港黃金80年代嘅香港香港嘅生活呢，我都係朝6晚12咁營營役住噶。講得難聽一啲啊，諗翻起香港嘅生活呢，就好似呢係吊頸唞下氣啊，都冇時間啊。反而呢，當我哋一家4口呢，初初踏咗澳洲嘅第一日呢，已經愛上咗呢度啦。頭半年呢，一家人都唔理咁多啦，揸住車就去穿州過省啦，由南到北遊覽咗整個東岸。只係90年代初嘅我呢，因為乜都冇啊嘛，除咗長途電話好貴嘅長途電話費之外呢，我可以靠嘅呢，就係即係寫信同父母嘅兄弟姊妹啊朋友聯絡。所以呢，當時真係得咗一個幾嚴重嘅思親病嘅。但係除此之外呢，我哋喺澳洲嘅生活呢，比喺香港真係愉快得多啦。嗰啲女呢，佢哋嘅學校生活呢，同香港相比簡直係天淵之別。2個呢都變成快樂嘅小鸚鵡。咁由於呢，我同拍檔呢，從來就唔中意交際應酬嘅，所以香港嗰啲咩打牌飲酒去唱 K 絕對唔係我哋杯茶。週末呢，亦都係帶2個女呢，就去新界郊遊燒烤啦。嚟到澳洲呢個大自然嘅天堂，哇！簡直呢，開心到不得了啦。我哋週末呢，就會去附近嘅景點啦，放長假呢，就會穿州過省探朋友或者探險。生活充實，已經冇時間傷春悲秋啦。如果唔係獲得一個呢唔能夠推卻嘅職業機會呢，我係唔打算翻亞太區嘅。而工作嗰10幾年呢，我嘅屋企嘅根呢仍然喺澳洲。我寧願呢一家人呢就忙於穿梭兩地啦，2個家啦，同埋呢當作為各大航空公司去打工咯。講到融入社會啦，2000年中呢，我就曾經被派駐蘇州2年嘅，真係呢有 culture shock 嘅困難噶，完全係唔能夠融入。但係喺澳洲呢，我就從來冇感覺困難噶，因為呢習慣咗西方文化同埋價值觀啊嘛。只要生活上一切嘅規律咧，都跟住澳洲嘅節拍啦。嗱，譬如要有律師啊、會計師啊、家庭醫生啊，咁然後就揾工啊、租屋啊、置業啦。我哋甚至咧曾經膽粗粗咁走去起咗間屋噶。咁事實上咧，當一切搞定就萬事俱備噶啦。
因為咧有咗呢啲當地專家咧，自然就會成為我哋生活上嘅 consultants 啦。而初嚟澳洲嘅活動場所，梗係個女嘅學校啦、家長會啊、聖堂啊，同埋自己啲大學同學。咁當我哋走入咗社會咧，自然就會認識一啲當地嘅朋友。咁我拍檔咧就因為工作嘅關係咧，認識咗本地嗰啲多元文化嘅嗰啲客人啦。而左鄰右里咧，每年都會搞一啲街坊 organize Christmas potluck party 嘅。咁大家咧就以禮相待，客氣寒暄日常。喺澳洲咧，識當地嘅人咧，多數都係君子之交。咁咧好少會穿門子啊，甚至拍門借錢啊。亦咧冇講即係嗰啲咩是非流言之爭。我兩個女咧嘅即係伴侶咧都唔係亞洲人嚟噶。我哋都好少打攪佢哋嘅生活。少咗為他人擔驚受怕嘅情緒壓力啊。其實咧生活恬靜先至係天天是好日啊嘛。工作嗰幾廿年啦，我就重複多次出差咗50幾個國際城市。喺2017年退下火線啦，翻嚟澳洲咁多年啦，真正可以咧放低一切咧嚟享受澳洲嘅生活啦。物質上咧，澳洲唔使華衣美服啊，只要保暖啦、疏汗嘅衣物就得噶啦。所以咧，我會用醫療嚟講，衣食住行作為重要生活嘅條件。咁對此我哋暫時咧就真係冇乜投訴噶，因為咧我係居住喺 City Zone 1嘅。除咗自駕之外咧，公交有火車、巴士、電車可以選擇。行幾分鐘就可以去到即係車站啊、火車站啊、巴士站啊、電車站啊。半小時內咧就會到達City 嘅市中心噶啦。而咧幾間大型嘅醫院咧都係喺幾公里內嘅。商業街同埋 medical centre 咧到處都係。另外食嘅咧就係多元文化嘅中西各自精彩嘅食材啦，同埋餐廳啦，真係冇咩我食唔到嘅。而家喺澳洲。有啲味道啊，甚至比喺亞洲更加傳統添噶。住嘅就更加唔好講啦。我附近呢就有好多綿延幾個 suburb 嘅遊樂運動、燒烤大型嘅公園，終年呢就綠意悠悠。而呢5公里外呢就係海灘嘅長廊，係睇日落最靚嘅地方嚟噶。雖然呢住嘅只係平房茅舍啦。但係咧，屋前咧亦都可以搞翻個玫瑰園啦。咁屋後咧，亦都可以種滿即係桂花，成為一條桂花徑。另外咧，我哋都設咗個小荷花嘅魚池，同埋種咗10幾種咧蔬果配菜。奔波咗大半生，難得咧喺自由國度過我喜歡嘅生活。簡單咁講呢，就係藍天白雲、花香鳥語。喺精神生活上邊呢，呢度琴棋書畫、玩樂消閒一應俱全。加上呢有 WiFi， 就算你唔出門呢，亦都可以知道天下事。亦因為呢科技嘅一日千里啦，好多知識查找已經係隨手可得啦。如果我今日呢仍然留喺香港，邊度有一個寶貴嘅言論自由，俾我咧可以暢所欲言咁去表達我對世界嘅關注咧。7絕一首，處處逢生。藍天水綠着星明，秀麗園庭養性情。遠眺山峰回路轉，雲煙散盡見光明。Life abounds everywhere, blue sky and green waves, sparrows sing with glee, fair gardens and pavilions soothe the heart's decree. Far peace twist and turn where paths align. Clouds fade, the radiant light begins to shine.
我今日呢，送出嘅歌曲呢，就係一首呢我好喜歡嘅，即係喺廣東歌之中其中之一啦。咁呢就係由葉德嫻唱嘅《幸運是我》。我呢就特別呢就送俾阿 moon 媽啦，同嗰啲呢勇敢走到他鄉，揾到自己夢想嘅香港人。好啦，咁我哋一齊欣賞呢首葉德嫻嘅《幸運是我》。是在我手裏，今天我能高飛，只想你也替我開心，感覺樣樣都得意，一樣是舊日的我，今天笑意甜絲絲，聲音裏也帶一點光彩，感覺是特別的美。曾嘗遍失意時，卻找到快樂時，哪裏會知就是自己，原來是個幸運兒。誰人亦有特別時，這一刻最特殊，滿有信心，默默地說，幸運是個小諷刺。雖說幸運是個諷刺，它使我能高飛，它可帶予我一絲驚喜，可以實現我心志。夢變真，夢變真，求可以。一樣是舊日的我，今天笑意甜絲絲，聲音裏也帶一點光彩，感覺是特別的